你好嗎？人嘅人生故事其實無論喺世界邊度都差唔多，會有啲細微分別啦。例如你係鄉下出世定係大城市出世，你嘅經歷都會有啲唔同。人生最初嗰段時間確實會有啲分別，但係通常嚟講，人生本身都係差唔多。啱啱開始人生嘅人總係充滿幻想，對未來有好多期望。隨住人生慢慢過去呢，啲幻想都會逐漸消散，對幸福嘅希望，對揾到一個可以愛同被愛嘅人嘅期望，其實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實現呢。我而家想即係喺呢條片度講一講我同我媽之間嘅一段經歷。我覺得好多人都經歷過呢啲事，至少我而家見到都係咁。我媽喺2012年年頭過身，距離而家已經有24年，唔係14年。我見到而家仲有好多人經歷緊我同我兄弟姊妹當年嘅媽媽生病同離世時經歷過嘅一切，所以呢，呢種經歷對每個人嚟講都好普遍。我媽係喺皮奧伊州嘅鄉下出世嘅，我外公即係佢老豆，佢係一個由皮奧伊州走難嘅人，係由聖雷蒙多杜洛納圖嗰邊走出嚟，嗰度係皮奧伊州乾旱區，屬於乾旱地帶。我哋因為佢經歷過好多困難，因為乾旱，佢喺上世紀初，即係20年代，帶埋成家人搬去皮奧伊州另一邊，嗰邊嘅嘢乾旱，有帕納伊巴河流過，條河又大又多，水落雨又多。佢喺嗰度買嘅契地開始種啲，因為種田就係咁識做嘅嘢。佢係一個好勤力嘅人。佢自己整自己農場，自己屋企用油炸蔗機，用木整俾牛拉油炸甘蔗，仲會幫附近起橋。嗰個地方好偏僻，特別係上世紀20年代，成個地方都好隔涉。佢哋就自己釀酒同埋整蔗糖糕，但係佢唔識整砂糖，佢會整蔗糖糕。如果攞住佢哋嘅偏僻嘅地方，生活條件會好啲，仲可以有啲積蓄。但係喺嗰度離晒開巴西，離晒開其他人同國家嘅經濟圈，佢雖然好勤力，但係咧都只係夠自己生存咁多。佢有14個仔女，包括男同女。到我阿爺阿登喺80年代過身嗰陣，仲有3個未結婚嘅女，年紀都唔細，50歲以上。呢幾個女人呢，就搬咗去我媽嘅馬托格羅索住。我媽嗰陣時住咗馬托格羅索，就係阿拉瓜亞嘅聖費利斯嗰陣時。跟住當呢班女人搬咗去同我父母住，佢哋入邊最大嗰個好掛住 Piauí，佢以前住喺度。馬托格羅索喺過咗幾年啦，大約3-4年之後咧，佢哋決定帶咗翻 Piauí，即係喺嗰邊咧去玩下。想見翻啲親戚，因為嗰度仲有兄弟姊妹，仲有好多舊朋友。跟住佢哋喺阿拉瓜亞河搭咗隻船，因為就算而家去馬托格羅索呢個區域，聖費利斯、阿拉瓜亞都好難去，嗰陣時更加誇張，所以好多人都會搭船。不過孔船本身唔係載人嘅，只係臨時改裝僱用。佢哋就搭咗隻船去到高亞斯區聖米格爾到阿拉瓜亞嗰邊。而我嗰個最大嘅姨媽，佢好心急想返自己鄉下，結果喺船上邊心臟病發，佢旅途中就冇死嘅。你睇下幾大嘅創傷同困難，喺阿拉瓜亞河叢林密林之中，有親人就喺船底度死咗。所以我媽都經歷過呢啲嘢，之後就帶你哋去哥亞尼亞安葬。
因為我哋已經住咗哥亞尼亞，我哋兄弟姊妹就帶你哋去嗰度落葬。之後嘅呢個死咗嘅姐姐，我想講一講，因為我哋舅父舅母個個都有啲好搞笑嘅名同花名。死咗嗰個原名叫 Floresia， 但係大家都叫佢 Pittea， 所以 Pittea 就係嗰個嘅船底度死咗嗰個。跟住 Osiris 啊都死咗，我哋叫佢做 Zirim。Zirim 係心臟病發死嘅，之後咧就到 Demas 舅父睇住喺聖保羅喺 Villa Albertina 嗰邊嘅細個貧民窟，佢都係喺聖保羅心臟病發過身。嗰陣時啱啱係 Collar 計劃危機 ，Collar 將所有嘅銀行有錢嘅人哋儲蓄都充公嘅，咁你錢都俾人充公埋，仲衰咗佢喺石礦場做嘢，仲爭6個月就退休咧，結果俾人炒嘅，就係為咗要救供款年資可以退休。之後嘅心臟病發就冇死嘅。我啱啱先睇到聖保羅，結果咧就輪到我要去跟進晒所有嘅嘢嘅。攞1毫子都冇，因為佢哋所有啲銀行嘅錢都俾人凍結晒，全部睇唔返，所以我就喺無啦啦喺任何經驗之下，要喺聖保羅幫我叔叔辦身後事，真係好辛苦。佢嘅兄弟喺皮奧伊打電話俾我，因為佢嘅鄰居打咗去皮奧伊，話佢哋聖保羅嘅親人得我一個，不過佢都未必知我喺度，因為我啱啱拒咗7個月，仲未去探過我叔叔。好啦。最後都安葬咗嘅。之後咁耐咧，我媽另一個姊妹，佢同我媽一齊住，叫 Anna Isabel， 大家叫佢 Bilosa 或者 Bilosa。其實佢有2個花名 ，Biluca 同 Bilosa。佢花名都幾搞笑，係咪先？我哋叔叔阿姨就係有啲乜嘅花名。跟住經歷咗3個兄弟姊妹，唔係。係4個兄弟姊妹，因為心臟病發過身之後，我哋決定幫我媽做檢查，睇下佢身體點樣。結果發現佢哋冠狀動脈猜床，要做手術，要做搭橋手術。咁其實佢已經喺巴西利亞住緊嘅，喺巴西利亞做手術。點知好唔開心又好恐怖，就係佢哋手術室做緊手術，用緊體外循環嘅時候，成個城市突然停電。成個地方都冇電啦，肯定喺醫院。雖然成日話唔係嘅，但係其實佢哋根本冇辦法即時開返後備發電機，咁樣根本趕唔切去避免一個人因為靠機器循環血液而出現腦缺血。所以我媽做完手術之後咧，就再都唔同嘅，佢開始冇一個衰退嘅過程，足足持續佢10年，直到去世。我哋一家都經歷過呢啲事，一路支持住佢攞住嘅，慢慢行到人生最後一刻。最後3年佢唔識講嘅，亦都喐唔到。咁你可以想象到一個人經歷呢啲事有幾恐怖。佢嘅病咗嗰10年入邊咧，我哋咩都試過，淨係想令佢開心嘅。做嘅嘢，中意嘅嘢俾佢。咁我今日拍呢條片咧，就係想俾大家睇下，我自己其實都唔算係咩宗教人士，但係我都要為我病咗嘅媽唱宗教歌，因為我媽係喺嗰個城市最虔誠、最可以話係最痴迷嘅教友。佢仲好有運，識到當時嗰個城市嘅主教 Dom Pedro Casaldaliga。佢有班好靚嘅團隊，啲人係由西班牙唔同地方嘅，包括加泰隆尼亞。我之後會再拍多啲片講下呢班人。之後咧，仲有啲巴西年青義工，嗰陣時係軍政府時代，所以佢哋攞到都做唔到咩好事，幫到巴西。佢哋知道 Dom Pedro Casaldaliga 喺聖彼得阿拉瓜亞嗰度做嘅工作。同埋佢哋抗爭，好多人都會去嗰度做義工，一齊幫手。所以我媽同呢班人有好好嘅經歷。我媽同佢哋相處咗好耐，佢相都影到，
有啲想見到佢同 Pelagia 嗰班人嘅神父一齊，而我就要為我媽唱宗教歌，因為我知佢鍾意，我都知嘅。而家都仲知，好多時我哋都要放低喺無謂嘅意識形態上嘅偏見，去令我哋開心，我哋愛嘅人開心。多謝。